1. 表演。表演。老妹到舞台上表演。老妹喺舞台上表演。2. 畢業。阿姊今年6月愛畢業。阿姐今年6月愛畢業。3. 病了。下禮拜病了。4. 病子夜話。來去病子夜話。5. 報告。寫報告。6. 報紙。新聞。逐早晨有人來送報紙。每早晨有人來送報紙。7. 插花。阿妹逐禮拜去學插花。阿妹每禮拜去學插花。8. 操場。走操場5圈。9. 傳統風俗。10. 暑假。去年暑假同學去韓國3日。去年暑假同學去韓國3日。11. 打第一。打頭名。講到死咯，佢打第一。12. 發通。判發通。13. 發表研究成果。14. 分出來。分派出來。分派按歐做。分出來拿來出槍。15. 分派忙出槍。出假一下。分派唔前出槍，出假一下。16. 教育部。家也愛同佢教育到10分好。17. 教。老妹當好教水，逐擺就講愛去河壩教。老妹該好教水，每擺都講愛去河壩教。18. 教。細人閒細就愛教，係唔愛就愛教本佢會。19. 教書。阿妹到學校教書，明年愛退休咧。阿妹喺學校教書，明年愛退休誒。